交通的新制实施了后，驾驶伫1年内若是违规防记点记到12点，就会防吊扣驾照2个月。有真侪司机认为讲，这是车路设计有问题，逼因违规。即嘛新的制度嘛无相关的配套，那安尼恐惊会影响到因的工课甲收入。因打算伫明仔载要招100多台车包围交通部抗议。因交通部表示，已经有协调临时停车的空间，嘛请地方政府都要继续来改善。路边临时停车、并排停车，也是汽机车无爱停让过路人，危险开车顶。驾驶员即要防开罚单，也同时伫记点。这是交通部6月底实施的交通新制，民众无敢看法。不在乎的人其实就是不在乎。我感觉应该是有这样的规定，会造成一些驾驶人会更注意那个所谓交通规则。交通违规的新制度是依照行车特殊，也有交通安全危害程度，其违规点数1点到3点。这位汽车驾驶人1年内底记点达到12点，会用扣缴2个月。真侪职业司机不满这个法规会影响因的生活，3一个动员上100台车来包围交通部。3个月下来，违规的数字达到4.5万，比以前超出那么多。问题出在道路交通设计有问题，交通教育有问题，应该是你们交通部设计上就必须要有完善的处理，要有配套的措施。另外，当驾驶人甲车主无共人时，车主要伫期限内底申请办理转移驾驶人，流程真麻烦。台北市交通裁决所今年7月到9月申请转移件数已经达到108426件，大增8成多。相较于去年，增加了4万多件，所以也造成不管民众或者是我们的承办团的负荷量也在增加。我们已经也跟工总取得接洽，研究一些有没有如何简化的一些方法。台北市交通局讲，对着违规记点的简化流程，会甲公路总局来讨论。1个月内对客运车交付站提出规划，也会正式黄线临时停车的所在。也来交通部是讲，这个司机诉求已经协调地方，空出456个所在临时停车，会继续请地方政府来努力。记者宋海报道。